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昨天看到所罗门离弃神，对神变了心。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列王纪上》第11章的后半段，讲到上帝为所罗门所兴起的内忧外患，包括一个内忧耶罗波安，两个外患以东人哈达，还有叙利亚人利逊。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列王纪上》11章14节。上主兴起一个对敌攻击所罗门，就是以东人哈达，伊是以东王的后代。早前大逼拍以东的时，元帅约押去埋葬战死的以色列人。约押甲以色列军兵踮遐6个月的中间，杀死以东所有的查甫人。迄时哈达还阁是囡仔，哈达甲伊的老爸人生中几若个以东人走去埃及，因对米甸出发去巴兰，对巴兰带几若人甲因去埃及，到埃及王法老遐，法老就降级厝、米牛甲土地互因。哈达伫法老面前得到真大恩惠。法老阁因王后达比尼的小妹互伊做某，达比尼的小妹甲伊生一个囝，号名叫做基路伯。达比尼伫法老的王宫，甲基路伯饲大汉，阁互伊甲法老的囝儿做伙住伫王宫。哈达伫埃及听到大卫转去伊的列祖遐，元帅约押嘛已经死。哈达就对法老讲：请准我离开，互我倒去我的本国。法老甲伊讲：你伫我遮有欠什么？你哪会想要倒去你本国？伊应讲：我无欠什么，毋过请准我倒去。以东人哈达是以扫的后代。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13到14节，大卫曾经打败以东，甚至在今天的经文也还提到后面的细节，约押去埋葬在那个以东战亡的以色列人，而也在那埋葬的那6个月当中，也把所有以东的男丁20岁以上的都剪除哦。那因为那时哈达还是幼童，所以他的父亲的臣仆把他带到埃及去躲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达他就从以东，然后去到了埃及。那他到埃及那里，法老恩待他们，让他们有房屋、有粮食、有土地，甚至法老把自己的王后达比尼，达比尼这个意思就是王的妻子的妹妹，就是王后的妹妹，嫁给了哈达，还生了一个孩子叫基努拔。好，那这听起来就有像埃及的名字。那但是这基努拔不晓得已经断奶。好，那一直长大，好，那有点像摩西跟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王宫，也称为埃及王子。但是哈达他仍然记得他年幼的时候所看见的画面，所以知道大卫死了，约押也死了，那就要求法老说让他可以回到以东。但法老的女儿毕竟是嫁给所罗门，那他有一点想要阻止的意思。你为什么想要回去？在这里不是过得很好吗？那但是这个哈达仍然坚持，所以后来有回去。虽然在大卫的时代，以东臣服于以色列国，但是我们看到当哈达回去之后，到列王记下的第8章22节，这个势力逐渐的越来越强大。所以在南国约兰王的时期，以东背叛，那脱离这个以色列的掌控。那这是第一个外患。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外患是23到25节。上帝阁兴起一个对敌攻击所罗门，
就是以利亚大的囝利顺，伊是对伊的主索巴王哈达底下遐得造出来。大笔杀索巴人的时，利顺召集一群人，做迄党的头目去带伫大马士革，伫大马士革做王。所罗门活地的时，利顺甲哈达相款做以色列的对敌。利顺统治叙利亚，以万混以色列。另外一个是亚兰人哦，亚兰人利逊，利逊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王子。那上帝第一个兴起以东人哈达，第二个又兴起亚兰人利逊。那一个在南以东，一个在北亚兰。那这亚兰呢，曾经在索巴王的底下，但是他逃去到了大马士革，也就是叙利亚，在那里成立了王国，那也就是后来的亚兰人亚兰国。那他们在那边建立王国。那所以25节说所罗门还活着的时候，北边有亚兰，南边有以东，成为他的两大外患。那关于这个亚兰呢，在撒母耳记下的8章3到8节，还有10章6到14节。15章到19节，都有提到大卫怎么样去击杀索巴人。所以这个是漏网之鱼啊，利逊。那所以跟哈达一样，都是在大卫时期，他要平定四周围的国家的漏网之鱼。但其实都是上帝在保守。但是当所罗门变了心之后，上帝就让这些漏网之鱼兴起，回过头来威胁着以色列这个国家。再来，我们来看内忧，是一大内忧，就是耶罗波安。26尼巴的囝耶罗波安嘛起来反叛王，伊是所罗门的人神，是以法莲支族的西利达人。伊的老母是寡妇，叫做西罗亚。伊出手攻击王的原因是安尼：所罗门去做米罗，修补伊的老爸大必城的破壳。亚罗波安真有才能，所罗门看到这个少年人温群，就派伊管理约瑟甲所有的宫廷。那耶罗波安本来是大卫的臣仆，那所罗门的臣仆，因为所罗门在之前我们看到9章15节，除了建造圣殿，所罗门的宫殿，他也建造米罗，是一个护卫墙。那所以耶罗波安在里面担任一个重要的工作总管。那耶罗波安的爸爸叫做尼巴。尼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星象，占星象的星象。那耶罗波安，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但妈妈是寡妇，叫洗鲁阿。洗鲁阿这个名字就是胸部丰满的。那他的爸爸很早过世，所以耶罗波安说是一个寡妇的儿子，也可以说是孤儿。那耶罗波安这个名字呢，它的意思是百姓会争论，那可以延伸跟叫做与民相争，那可以再进一步的延伸叫做夺取民众啊。好，所以从百姓会争论到夺取民众。好，明天我们在第12章就会看到耶罗波安跟罗波安的这个对立。那耶罗波安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反叛呢？王国分裂呢？那接下来的29节到39节就在记载这一段的过程。有一日，亚罗波安离开亚罗撒冷，示罗人先知阿西亚伫罗尼拄着伊。迄时
雅穿一领新衫，因两人伫田里，以外无别人。阿希那摕伊穿的新衫拆做12块，甲亚罗波安讲：你通摕10块，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你看，我要对所罗门的手拆离伊的王国，将10支族互你。毋过，因为我会仆人大逼，以及我伫以色列众支族中所建的耶路撒冷的缘故，伊也有一支族，因为因去杀我，去拜西顿人的神明阿苏他略、摩押的神明基莫，甲阿门人的神明摩洛，无亲像伊的老爸大逼行过的道路。做我看做正直的事，守我的规例甲命令。毋过，我无要对伊的手收回伊全部的王国，犹原要互伊一世人做王，拢是因为我的仆人大笔的缘故。伊是我所拣选的，有守我的诫命甲规例。总是我要对伊的囝收回王国，因10支族互你。留一支族，互伊的囝，通互我的仆人大笔，伫我所拣选，互人来敬拜我的耶路撒冷，不时有一帕灯伫我的面前。我拣选你，照你所爱，互你做以色列的王。你若亲像我的仆人大笔，听我所有命令，行我的道路，做我看做正直的事，守我的规例甲诫命。我就甲你同在，将以色列交互你，甲你建立稳国的王朝，亲像我为大笔所做相款。我要因为安尼刑罚大笔的后代，毋过袂到永远。那这个过程，就是有点像是当初萨姆尔高大卫，就是在扫罗的底下王位底下，那上帝要兴起大卫。现在是在所罗门的王位底下，上帝要兴起耶罗波安哦，那是非常的讽刺，所以你可以看见所罗门的变心，对上帝来讲，真的不仅是撕裂，还撕碎，包括这个示罗的先知亚西亚，用一件新的衣服撕成12片。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国家，才历经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但是呢，却要又再次撕成12片了，而其中10片要给耶罗波安，而所罗门的后代只会留下一个支派，那就是犹大支派，那还有一个西缅，那但是加上便雅悯，南北都有，所以就可以说是南国是2个半支派，北国呢，是有9个半支派。那我们看到耶罗波安在遇到这个示罗的先知亚西亚，在示罗这个地方呢，离伯特利只有15公里。那当初萨摩尔也曾经在示罗来当过祭司，那但是上帝的灵来感动亚西亚，所以上帝除了交代亚西亚去告诉耶罗波安之外，还有给他提醒这个来龙去脉，就是所罗门离弃神，敬拜外邦神明亚斯他路、基摩、米勒公，也就是3个外国神明，西顿、摩押、亚门。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没有遵行大卫的道，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守神的律例和典章。但是为什么这个所罗门的王国不会被消灭？都不是因为所罗门的缘故。在11章的34节提到，是因为上帝所拣选的仆人大卫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律例的缘故所以这一切呢，不是所罗门的功劳，而是大卫。那但是虽然是一件新衣服撕成12片，那只留1片犹大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
好，那其实呢是为了要让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好，那所以上帝一直记得大卫，好，他为上帝所做的事情。这时候大卫都已经过世，可能30年，但是上帝依然心纪念着大卫，好让在上帝面前能够有灯光，好有统治权了。那所以我们看到北国后来呢，这个灯呢，好维持了210年。那南国这个灯呢，维持了345年，好，最后北国好灭于亚述，南国被灭于巴比伦。哦，那但是上帝透过先知亚西亚，让耶罗波安好学习汲取历史教训，37、38、39，啊，特别37、38告诉同样耶罗波安，好这些话呢，上帝曾经告诉了，呃，从摩西开始，每一个好要做领袖的、治理的，上帝都用同样的话来提醒他们。好，那但是最终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好却不多，所以38、39上帝再次重申，好就是要听从神的吩咐，遵行神的道，行神眼中看为正，遵行律例诫命。好，那耶罗波安好的支派的国家就会被坚固，好如同大卫一般。好，上帝也开了一个条件，但大卫的后裔呢，要遭受管教，却不是永远，因为上帝还纪念大卫之约。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上帝讲的真的是非常清楚。好，但是不论是所罗门的时期、耶罗波安的时期，后来南国诸王的时期，对于上帝的话呢，似乎是有听没有懂啊。好，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好，所以这12支派，好，那就后来预表的，好，即将分裂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好，就是有了犹大支派、西缅支派，还有半个便雅悯。好，那其他的呢，都是在北国好的统治当中，应该说是耶罗波安，好，应该要来统治。啊，但可惜耶罗波安很早就变了心，甚至比所罗门还不如，好，所以以至于呢，好，这个北国呢，好19个王，通通都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王。我们最后再来看关于所罗门，好，他怎么样下台一鞠躬。40集，所罗门爱要杀死亚罗伯安，亚罗伯安就逃走去埃及。到埃及王是沙遐，伊就踮伫埃及，到所罗门死。所罗门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智慧，拢记载伫所罗门记。所罗门伫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全国的王，共40年。所罗门登去伊的列祖遐了后，埋葬伫伊的老爸大毕的城。伊的囝罗伯安率接伊做王。所罗门被上帝管教。好，昨天我们看到了11章，好，上帝可以说第3次向他显现。好，已经从第2次的警告，好，到第3次的责备啊，好，还有惩罚。可是所罗门呢，默默无语，一句话都没说。那但是他却采取什么行动呢？把上帝所兴起来要管教他的外患内忧呢，特别是内忧耶罗波安。40节说，所罗门追杀耶罗波安。所罗门应该知道这是上帝兴起的，好，那他又去追杀耶罗波安，好，那显然的，所罗门就是要跟上帝来硬的。好，那耶罗波安呢，好，也在上帝的保守下逃到埃及，一直到所罗门死。好，那所罗门死的时候，就是最后这3节，好，都是葬在大卫城里。那他的儿子这时候已经41岁了，罗波安好就接续他做王。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的一生真的是非常的可惜，虎头蛇尾，好，没有得到一个在最后离开这世上的时候，看起来是没有修复跟神的关系。不管他年老的时候所写的传道书，
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真的从这一些的外邦的偶像、外邦的女子还有他对耶罗波安的追杀仇恨当中，有没有回心转意？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但也成我们一个后代的教训。罗波安这个名字呢，跟耶罗波安中文很像，那但是它的意思呢，也很巧妙的安排。罗波安的名字意思就是已经变大的人，就是变为成人。那这个意思呢，也可以延伸成为扩大我的名了，或是说让百姓扩增。那这个名字罗波安的名字在延伸，可以说解放百姓，解放上帝的百姓。所以刚才说耶罗波安的名字呢，延伸成为夺取百姓，而罗波安呢，名字的延伸就是解放百姓。那一个北国，一个南国，这个国家呢就在所罗门的手中，分裂，那这些百姓呢，一边是被夺取，一边是要被解放，但是百姓呢在这当中呢，都受了很多的罪啊。今天的金句在34节，故我无要对伊的手收回，伊全部的王国，犹原要互伊一世人做王，拢是因为我的仆人代笔的缘故。伊是我所拣选的，有守我的诫命甲规例。我们看到大卫他能够成为合神心意，他怎样遵守神的道、神的话，即便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但是上帝依然提起他，也用他当作后代的标准。但所罗门身为大卫的儿子，他却没有把父亲对上帝的忠诚学习，反倒依靠上帝给他的智慧所赚得的财富、名声、金银财宝，各样子的建筑，但他的心却对神变了心了。我们看见上帝管教的目的是要让人悔改，远离恶行。所罗门面对上帝的警告管教，他却默默无语。最后，神也使他的晚年默默无闻。所罗门死的时候没有超过60岁啊，即便他做王40年。但是呢，怎么死的？圣经没有记载。生病死的，或是其他的原因死的，那我们找不到，只知道他不到60岁的生命，英年早逝。我们也可以思考，当我们面临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也是否能够安静自己的心思想，这样子的困难是否也是神所兴起的？如果是神所兴起的，他是否是要来管教我们呢？而这份的管教不是出于刑罚，而是出于爱。因为希伯来书12章第6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感谢神，常常给我们有爱的管教，在困难当中，也让我们在爱的管教的时候，要时常记得这些的鞭打，其实没有完全落在我们的身上，是落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的鞭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为我们所经历的困难、遭遇的困苦，或是所受到的刑罚，我们依然要感谢主，因为这是一个出于神的爱。凡主所爱，主必管教。也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承担许多的责罚、许多的鞭打、许多的鞭伤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主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主的刑罚，我们得医治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明白神的爱，而不是像所罗门最终选择远离神，或是离弃神，还去抵抗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效法的是大卫，如何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如何回转悔改，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顺服降服也求神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